另外来关心的是，最近呢有真侪人拢咧读这台湾历史，就是为着要来了解过去，尤其是这228事件当中受到迫害者的前辈的故事，而且呢。过2天啊，就是这228啦。台湾教育协会呢，嘛来举办讲座，纪念228，嘛来讨论这老蒋的责任问题。过年前，电影涉及血案改编引起的争议，互林甲血案受到关注。真侪民众嫌崩课读台湾史，国发会档案局嘛指出，相关档案拢已经解密，有1373条目录是已经开放申请应用。228特别活络，台湾教授协会嘛甲国史馆合作办讲座，除了讲228事件当中重要的历史事实，嘛讨论当权者蒋介石的责任问题。像说国民党的3中全会啊，他们会通过刘文岛他们的提案。然后主张把陈仪撤职查办，这个是表示有反省的声音啊，或者是说监察委员杨亮公还有邱念台他们所写的报告都是指责当时的陈仪政府贪污腐化、经济不良所造成的冲突，那应该把他们调走。可是蒋介石他一方面偏听陈仪，一方面事后还袒护陈仪。国史馆指出，其实因伫2006年就有出版相关资料，最近这几年嘛，陆续有新的资料出现，嘛鼓励民众加运用。最近社会对历史讨论较真热，学者史法员嘛提醒讲，虽然档案局有甲真侪档案整理甲公开，不过档案的内容也是当时的正本资料，无一定代表所有的事实。这档案的部分一定需要专业的研究结果。那目前国内来讲，档案局是非常专业的档案整理，而且全责的机构。可是，在研究方面，实际上研究能力最强的是国史馆我个人会建议，是不是政府应该考虑让国史馆加入这个档案政治档案的研究全责机构之一参与研究这样子。学者建议政府通透过国史馆的研究专家，帮助社会了解真相。国史馆嘛鼓励民众除了史料，嘛通透过无同活动，比如逐年举办的共生音乐节等等来接触历史。记者刘尚如、曾春友台北报道。